土地公雖然係小神小靈，但係佢帶嚟嘅幫助係真實不虛嘅。無論係自己親身經歷，定係聽人見證，都會由心生起信心。嚟到美國之後，幾乎冇土地公廟，反而教堂就好多。行幾條街就見到一間，但係教堂入邊亦自有靈在。呢啲都係信眾長久虔誠嘅感召所成。通靈嘅人自然可以感受到入邊嘅靈氣，甚至見到佢哋嘅存在。雖然身在異國，未見土地公廟，師尊仍然依照華人嘅習俗，入屋先拜地基主，即係呢間屋嘅靈嘅主人。啱啱開始嗰陣，發覺屋入邊呢有兩位美國老鬼，因為種族文化嘅差異，對我哋幾有敵意，可以話係帶有幾分種族歧視。Get out of here! This is our land. 之後經過一段時間誠心供養，加上善意感召，正所謂邊個有奶俾你，就認邊個做娘。佢哋漸漸同我哋和睦相處，甚至我所祈求嘅事都如願以償。曾經有一次祭拜嘅時候，忽然見到一個留鬍鬚嘅老伯入嚟受供，師尊定睛一睇，心中驚訝，唔通中國嘅土地公都移民去咗美國？再細心一睇，不禁啞然失笑。點知嚟嘅竟然係高鼻深目嘅聖誕老人，佢可能係俾香火感召到嚟呢度分享貢品。即使係咁，我都發現四方增益法喺美國一樣好靈，而且成日出現奇蹟。由此可知，無論身處何方，心誠則靈，信念同感召之力本來就無國界。